节目一开始，要先带观众朋友来关心日本新英公司，因的汤仔甲饼是拢真出名。不过昨昏因宣布讲，因的幼囡仔咧食的点心甲汤仔，有部分伫咧制作的过程当中，可能有去染到动物的大便，所以即马要赶紧甲19万件搁收倒转来。小树讲，之前有进口入来台湾共这款的产品，计共有200多公斤，已经流向6间业者。因即马请业者确认，感受收到原厂的厂商要回收产品的通知。日本沈阳制果公司接到人客投诉，讲幼儿仔的烘焙点心Manarobot的底下内面有怪怪物件。检查产品了后，发现在生产过程中有可能染到小动物的屎，而被宣布吊回19万件幼儿食用的烘焙糖果产品。沈阳讲到目前为止，也无健康损害的报告。咱食药署查询边境查验自动化管理资讯系统，发现伫后期内的商品总共有6间输入的业者，净重量231.92公斤。食药署也通知业者，确认是毋是有接到原厂回收的资讯。目前有6家的输入业者有输入这家公司的饼干，但是不是有输入应下架回收的批号，目前还在跟原厂确认当中。台湾沈阳公司澄清，台湾沈阳并无直接参加这项商品的制作甲贩卖流程。若是有消费者对其他的管道买到这项产品有进一步的需求，爱直接联络包装袋顶头所标示的进口商斗相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